K2 個人二等獎得獎嘅同學有東華三院田灣1996至1997總理幼稚園陳子喬、郭雨婷、東華三院蕭旺李滿福幼兒園鍾燕正、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大漢分幼兒學校蔡子希、馮海晴、愛群道浸信會呂國碧鳳幼稚園張順熙、劉家瑞。咁啊，同學仔都可以望一望前面嘅鏡頭啊！我哋一齊影張相先，笑嘅。得獎嘅同學有愛群道浸信會呂國碧鳳幼稚園劉庭津、陳子謙、聖文家中英文幼稚園祁柏穎、李正浩、聖文家中英文幼稚園華貴村陳怡正、維多利亞海怡國際幼稚園蘇子彤、余卓宏。好，同學仔可以一齊望鏡頭笑下。接住為我哋頒發 K2 個人一等獎，得獎嘅同學有東華三院田灣1996至1997總理幼稚園周日宇、馮思宇，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幼稚園陳思睿，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大漢分幼兒學校陳榮、陳海婷，愛群道浸信會呂國碧鳳幼稚園萬俊熙、李嘉怡、陳卓浩、陳幼彤，聖文家中英文幼稚園盧景俊。恭喜晒得獎嘅同學！咁啊，同學仔依家亦都可以啦，一齊望一望前面嘅鏡頭，我哋一齊影張合照啊！反轉咗張獎狀佢，中間個細路仔。繼續係頒發 K2 個人一等獎，得獎嘅同學有聖文家中英文幼稚園高正文、范卓南、維多利亞海怡國際幼稚園郭浩德、譚迪津、韓怡津、陳令新、陳偉晴、黃千晴、李璽澤、駱雲帆。好，小朋友可以望住前面嘅鏡頭，燦爛咁笑一笑。笑下先，望住鏡頭。得到 K3 個人二等獎嘅同學有北角聖彼得堂幼稚園吳柏林、陳嘉瑞，東華三院田灣1996至1997總理幼稚園劉朗圖、陳心妍、劉卓謙、郭超樂，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幼稚園蔡嘉賢，仲有㗎係咪㗎？愛群道浸信會呂國碧鳳幼稚園張晨睿、林義倫、鄭天宇、柯寧希、黃許琪、霍慧信，同學仔可以一齊望一望鏡頭啊！笑嘅係啦。繼續係頒發 K3 個人二等獎，得獎嘅同學有聖文家中英文幼稚園蘇浩澤、楊啟林、高朗哲、吳卓恩，聖文家中英文幼稚園華貴村吳子晴，聖馬太堂幼稚園曾建成、陳奕希、陳佑謙，嘉諾撒聖心幼稚園上午班姚心妍，嘉諾撒聖心幼稚園下午班葉靜希、黃月飛、羅天怡，維多利亞海怡國際幼稚園李慧如。
同學仔可以一齊望鏡頭，一齊笑啦！接住為我哋頒發 K3 個人一等獎，得獎嘅同學有東華三院田灣1996至1997總理幼稚園陳品芝、張一凡、莊浩銘，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幼稚園新瑞雲、呂居暖，愛群道浸信會呂國碧鳳幼稚園黃浩陽、陳樂賢、陳國燕、吳柏橋。聖文家中英文幼稚園葉家亨。咁多位同學仔，我哋又可以一齊望一望前面嘅鏡頭啦，然之後我哋嚟張大合照先。Sorry。好啦，望鏡頭咯喎。接住有請吳玉瑩副校長繼續為我哋頒發 K3 個人一等獎。獲獎嘅同學有聖文家中英文幼稚園馮奕、林日欣、陳子柔、黃裕朗、林霄海；聖文家中英文幼稚園華貴村郁術臣、陳俊宇、林嘉誠；聖馬太堂幼稚園吳一樂、汪如津。好，我哋可以一齊望住鏡頭。K3 個人一等獎得獎嘅同學仍然有嘉諾撒聖心幼稚園上午班余希朗、賴永熙、賴希如、朱希晨、陳彩晴、陳齊佑、藍希賢；嘉諾撒聖心幼稚園下午班李月嘉、史逸晴、張卓彤。恭喜晒咁多位得獎嘅同學，我哋又可以一齊望一望前面嘅鏡頭，我哋影張大合照先。繼續仍然係頒發 K3 個人一等獎，得獎嘅同學有嘉諾撒聖心幼稚園下午班史逸樸、黃子飛；維多利亞海怡國際幼稚園黃希之、葉希朗、陳益彤、李長俊、趙宇克、伍天允、吳子昂。好，眼望鏡頭，我哋笑。恭喜晒！